它的位置是在临咱台南市最精华的地带。当初时要来施工，拢卡路无好，要来投标无人要来投标。咱咧推动这个建设的时阵拄到足侪困难，拢一一来排除。原本它是一个理活动中心，那地下室其实会漏水，钢筋也裸露，混凝土会剥落，实在有公共安全的一个疑虑，所以在地方前朝里陈建国里长的极力争取之下，我们踏出拆除重建的第一步，那当时也获得我们中央计划核定的补助，总共400万元。那最后是市府的配合款，总共有3953万5千元，来大力的支持这一项拆除重建的工程。那未来呢，我们这个浅草多功能中心的1楼呢，会移给文化局来做管理，那会朝向委外招商，来服务更广大的一个游客的方向来努力。2楼的部分呢，是由公所这边来管理。那我们也会做多功能的使用，比如说我们会办课程讲座啦、展览活动等等的多元的使用。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点击牌！哇！这个所在就死地下给去万人中心的400万。400万基本上未来没有了，这个是最后一班车，所以说我们总共花了4300多万，每坪造价高达20万又7000块这些还是相当辛苦，但总之我们把它完成了。这个地方未来要开放给配合我们西门浅草商圈那这个活动那也希望说大家都能有一个很快乐的这个活动空间。大家好，我是杨顺怀，欢迎收看11月22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2016年，台南机场拍开华南乌志明市的地北航线，带动双方的交流。不过疫情了后煞停飞，原本市府宣布要伫咧12月12恢复，煞因为航空公司及机场地勤无达成共识，传出延期。台南市政府伫顶个月宣布，越捷航空台南飞胡志明的航线将伫12月12日来复飞，预定每礼拜3班，但日前却传出变数，因为越捷航空通知台湾区的总代理，表示将延期，原因佮出伫甲地勤合约的条件还佮咧洽谈当中。对此，议员陈义珍也透过立委，希望交通部进一步来了解，并且确保航线复飞的期程。有关越捷航空台南胡志明航线延期复飞的事情，据了解是因为越捷航空跟立隆地勤它的合约条件还在洽谈当中因为越捷航空是属于那个外籍航空，所以它在跟国内的这个地勤公司在洽谈的时候，它的条件会比较复杂所以他们现在洽谈的阶段里面，我们后续会跟交通部还有国航署跟驻胡志明办事处来持续协助他们能够尽快的洽谈完成协商了那争取这条航线能够尽速的来复航。督促台南市政府能够加速的去推动复航那后来也得到正面的回应，说12月12日应该是可以来复航结果又传出说可能这一天没有办法正式的来复航而且陆陆续续有民众接到航空公司来通知取消所以让民众非常的焦急所以到底这个航线什么状况所以我们也就马上跟陈亭妃委员反映那委员也马上在台北邀集这个交通部这些官员们一起来处理这个事情也希望说能够督促不管是这个交通部加速请这个越捷能够赶快来回应那当然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希望能够尽速的排除那12月12号这个时间点看起来应该是会延后啦但是我们也希望说
不要说又一停之后遥遥无期会加速的督促台南市政府能够赶快来让这个复航能够赶快定下来，然后这个飞机可以真的赶快从台南跟我们的胡志明可以来对飞让我们这些不管是台商的朋友或者是新住民朋友能够赶快恢复这条航线，让他们回家的路或者是要往返工作能够更加方便。台南航线虽然对疫情以后国际航班的陆续来停飞，不过在去年2023年1月复飞台南到胡志明的航线，平均载客率还有66%以上，但到去年10月还是停飞。对此，市府观光旅游局表示，因为越捷航空是国际公司，因此市府将甲交通部观光署以及驻胡志明市的办事处持续协助双方来完成协商。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为着提高员工以及民众对着反诈防灾的反应，减少生命财产的损失，台南邮局联合台南市警消单位办理113年度邮政机构防灾演习，过程精彩逼真。我每年50班，邮局同仁见高龄客户提领高额款项，开始进行关怀提问。阿伯，你听我讲啦，即摆诈骗有够多啦。由台南邮局承办的113年度邮政机构防灾演习，22号伫台南邮局后方停车场精彩上演。演习项目分为防诈、防抢、地动、火灾等4种状况演练，希望透过演习提悬大家对着防诈、防灾警觉。先生，举起来！不要冲动！举起来！哦，前后面不要冲动啊！多在机。金融诈骗抢劫跟地震频传。那为了提升员工跟民众对各种诈术、灾害状况的判断敏锐度，中华邮政公司各局除了日常的防抢跟自卫消防编组演练以外，本日台南邮局承接113年度邮政机构防灾演习。那承蒙交通部各界长官的莅临指导，也要再次的感谢台南市警察局、台南市消防局等相关单位的鼎力相助，联合演习，期盼能够透过现场4种模拟的状况演习的过程，有效提升大家对防诈、防抢、防震、防火救灾的警觉性，建立自救救人的能力，确保维护自身及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邮局办理演习，除了是要加强邮政员工防诈以及安全观念应变，更希望借由防灾演习，提升邮政公司各单位对着防抢、防诈骗以及天灾事变的紧急应变能力。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一名40岁患者检查的时阵，意外发现这种火球数量超标，加上红火球数值异常的高，互证实是罹患罕见的真性红火球增生症。经过放火治疗将近1冬，也是控制无好。后来经过新老病院选择新型长效干扰素治疗，才控制伫咧正常范围。新老病院血液肿瘤科的主任林嘉义表示，真性红血球增生症是骨髓增生性的肿瘤的一种，大约有9.5到9.7%是后天基因的突变，造成骨髓造血功能的异常，让血球来增生。传统的治疗有靠药物或者是干扰素，甚至合并放血来治疗。亲像这名40岁的黄先生，过去1冬每2礼拜都要进行1次放血的治疗，但血球的控制并无稳定。后来经过医病共享的决策，使用新型的长效干扰素，才让血球的数量恢复稳定。我先生就是有一阵子突然脸色变比较黑，然后我们就是怕他有什么疾病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先安排健检，然后发现他的血球指数有点，血液的指数不太正常，然后那个健检中心就转诊我们到医院去就医。然后就医之后发现就是确诊是红血球增生症，然后后来医生就说要采取放血治疗的方式，那他是2周放1次血，然后我们维持了大概快1年的治疗之后都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改善，指数也都没有下降。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已经1年都是这个状况，很担心说他把好的跟不好的血都放掉之后会有什么并发症的部分。以前其实一部分就是治疗上呢比较
跟病人解释上有时候没办法那么精确然后在选择上呢，有时候也没有这些文件呐跟病人来介绍说现在治疗的这些偏好的效果等等。那现在呢，其实很重视这个医病的共享决策，那会让病人知道说，各种治疗，它的一个好处或者是坏处，它的优点跟缺点，让病人去统合他的一个偏好来选择最适合的治疗。那当然药物的随着时代的一个进展，那现在有更好的药物它的一个副作用也低，甚至有办法去治愈这个病人这才是病人最大的一个福音之一。医师表示，虽然中央健保署对着血液治疗药物有一定的给付标准，不过透过医病共享的决策，会用的让患者甲家属更加了解，并且选择适合家己的治疗方式，嘛，让黄先生成为医病共享决策一个上好的案例。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113年替代役毕业役男治安维护组11月21、22两天召集宴会，市长黄伟綽到场主持开会，向毕业役男加油勉励，希望因更加了解反诈、贩毒等治安现况和议题，提升防卫意识。在台南市这个国家需要的时候，各位就是这个台南市治安的一个尖峰第一线力量。很感谢各位的付出宝贵的时间。那今天的这2篇的课程非常丰富。强化各毕业役男的全民防卫论胜，台南市警察局召集宴会，开训典礼由市长黄伟綽主持。市长在开训典礼的时候提到，全民防诈识诈是当前国家的重要政策。诈骗案件层出不穷，而且防不胜防。宴会课程有民防人员权利义务、防空骗人疏散、警察勤务介绍、自救甲互救、假资讯辨别、协助防盗工作、无人机探索、协助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事务甲法规等8种基本概念以及实作，要互役男了解民防以及警察的基础任务。这2天我学到就是关于交通安全的宣导，还有反诈骗以及 CPR， 其中反诈骗就蛮有印象深刻的。透过这一次的课程，我会从中学习到诈骗的知识，将它分享给亲朋好友，让他了解反诈骗的重要性。113年度台南市替代役毕业役男治安维护组大约2800名，透过专业的基础训练，希望有效提升替代役毕业役男自救、救人能力以及协助社会治安维护技能。同时，嘛鼓励役男会当加入警察民防团队，替公共安全贡献力量。台南新闻综合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6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阳明交通大厦伫伟创资通甲群联电子的关注之下，到日23日伫台南校区兴建2栋新的教学研究大楼，打造 AI 半导体人才的培育基地。22号落地动土，预计3天来完工。伫热烈的人赛当中，阳明交通大厦台南校区群联路甲伟创路正式动土。台南市长黄伟綽等各界贵宾拢出席，见证历史性的一刻。恭请动土，第一场开工顺利。这摆的三合合作投资超过23亿，预计伫116年完工落成以后，将提供更加完善的教学甲研究设施。同时，吸引更加侪产业进驻沙仑理能科学城，带动当地科技产业自路的发展。我们在任何地方，我们在做任何事情，我们都会跟
当地的尤其政府还有民间的团体，大家有充分的沟通。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一个对于未来新的愿景、新的希望，这种跨领域新的结合。希望说阳明交大能够有这个产发的研究基地以及学术的基地能够设立之外，我们中研院这个南部院区、工研院南部院区以及这个国家实验研究院也都这个进来了那产业界大家可以看到 AMD 也要在这边设立研发中心以及南台湾的分公司那我们都很期待。那更多产业的聚落也将在这边聚集，打造南台湾重要的 AI 半导体人才培育基地，开创科技甲教育合作的新局面，为创路将成为智慧制造甲力量的研究基地，训练路致力地培养学生的实务能力，替全球科技储备人才。台南新闻所发采访报道。迎接11月24台南400马拉松赛事，环保局全力投入赛前的准备，结合新营、咸水、下营以及柳营等区的清洁队，将对第19届市道172、174等22条赛事路段，派出环保人员以及洗街车，提前把道路扫酷清气。台南400马拉松将伫咧24号登场，为何来自各地跑者享受运动的趣味？台南市环保局伫赛事展开前2天，派出清洁队员以及洗街车，加强140公里赛道清洁，降低完成，确保选手为起点到终点，拢会当大口喘气，无负担。慢慢跑起来，各位加油！加油！Go！ 加油！环保局也提醒用路人，洗街道作业期间，作业车辆也全程拍开警示灯，并保持20公里以下车速。由于路面清洗了后可能会较骨，且民众驶车、骑车时注意减速慢行，确保行车安全。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家人一个咖啡品牌，善用创意打造多款在地特色咖啡，同时伫金鱼岛以邮轮咖啡礼盒仔展现环保永续理念。善用基隆特色，创意打造多款独特咖啡。基隆在地咖啡品牌业者打造超有基隆味的咖啡饮品，其中这一款展现基隆细雨意境的特调咖啡，让人看得目不转睛。当初在构想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基隆这么常下雨，那是不是有一款咖啡可以代表基隆的天气，让客人在室内喝咖啡的时候，又可以看看外面的雨，然后形成一个很漂亮的画面。还有在 Google 评论上获得热烈回响的发生好事咖啡，咖啡喝起来真的超顺口，连豪大雨的天气都有顾客上门外带。发生好事拿铁是我们采用基隆的刘家花生酱、小农鲜奶，然后跟我们自己本店的配方都，那它搭配起来的话，就是3种风味不会互相干扰，那又能更多的呈现出花生的香浓口感。另外，这呈现基隆蓝海的海洋拿铁一样好喝也好看。海洋拿铁的基底我们是用蝶豆花，显示出基隆的海的蓝，它搅在一起的话，就会展现出基隆特色的一个色彩。以海洋国门意象来设计的梦雨号游轮礼盒，在筹享山海基隆 K-Star 基隆之星的甄选活动中，抱回了永续之星的奖项。内容物的话，我们就是以邮轮的包装去呈现一个咖啡浸泡式的部分，对，就等于说大家在喝咖啡的时候，不会说跟之前一样很普通，只有浸泡式的滤挂袋，而是它还会有一些造型，可以觉得我是不是很像一艘船浮在水面上的感觉，对，那它可以做冷泡会比较适当，对，那它之后也会生产出不同的口味这样。知道这个地方是在网络上看到的，然后就想说来体验一下，品尝看看，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在玩豆子，对，所以想说来交流一下，认识，然后他们的咖啡其实一直也都算蛮不错的，蛮好的，对啊，然后也有他们也有一些新的豆子也都会陆续
更新这样。在地的2位年轻人真的好努力，从网络贩售起家，如今成功的打造实体门面，经过1年的耕耘，成功的打入电商平台。因为网络上的货，其实我们出的量蛮大的，目前是一个月大概700-800公斤这样的量，就是包含一些商业课，然后一些零售的订单，然后因为各大通路我们都有上，就是像 Momo 啊、东森那一些，对，所以其实这个流动量是蛮大的。业者今年也特别考取了 CCUI 证照，提供了店内38种咖啡豆的选择，从中深焙到浅焙都有，并坚持新鲜现烘的原则。豆子烘后3天内出货。我们出货的时间上，我们觉得豆子上的皂味还是太重，那会请客人稍微养豆再养个3-4天左右。那我会建议喝咖啡的朋友们，在中深烘焙的豆子的话，可以养个1个礼拜。那中焙的豆子的话，可以养2个礼拜。那如果浅豆子的话，我会建议养1个月以上。那不是说放久就不新鲜，那因为豆子要养，它的味道才会香气才会出来，它的皂味才会不见。从网络卖豆到开实体店面，基隆文青风烘豆店营造在地的特色，展现环保与永续发展的理念。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2025就要来到台北市准备一系列丰富的观光活动及优惠票券，迎接来自国内外旅客。市府特别举办说明会，邀请旅行社、旅馆等业者参与，鼓励包装优质的旅游产品，推出超值优惠，希望带动台北的旅游人潮，促进观光商机。台北1年4季有非常多活动，台北市观传局透过说明会宣传给大家。年初时节，浪漫的阳明山花季，还有台北灯节花瓣野餐，开启户外生活序幕。接下来海域季、绣球花季、台北开斋节、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让民众精彩游玩不间断。那当然，明年的生肖是蛇年，那我们的灯节也会以蛇来运转为主题。从明年2月2号星期天开始活动，一直到2月16号，一样是在星期天活动结束。那除了台北灯节的正式活动之外呢，为了增添过年期间的气氛，营造出一个喜庆热闹的光环境氛围，还会从1月24号开始，提前在灯区打造出一个张灯结彩的城市光廊布置，一直到灯节结束为止。是2025年的花瓣野餐的活动，这个活动啊，我们预计会在明年3月份的中旬呢，会在大安森林公园举行。那它不只是一个野餐活动，我们除了希望可以鼓励民众呢，就是阖家走出户外，来一起呢，就是亲近大自然之外，另外还有许多有趣的体验活动，像是小朋友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双语说故事，还有像是呢饲养宠物朋友们呢最喜欢的呢就是宠物定力赛。那另外就是呢，明年的这个活动的规划呢，我们有一个就是配合双北市壮运的这个活动呢，我们也会提供许多运动项目来让民众做体验。明年的这个活动，我们还规划了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我们想要请呢家中的这个长辈，也就是阿公阿嬷呢，都能够来一起参与我们的活动。所以呢，我们到时候会规划一个就是3代同堂的户外摄影棚体验活动，希望可以呢来帮助民众呢捕捉这个全家出游的一个就是珍贵的画面。我是股长王朱荣，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海域季跟绣球花季。那海域季跟绣球花季，其实在它的前身，在竹子湖的前身其实是农业生产的。然后其实在70年代之后，慢慢转型为观光农业，所以演发成为现在的竹子湖跟竹子湖海域季跟绣球花季的这个产业。那其实我们我们去年就是跟海域季跟绣球花季也一起来合办。那现在台北市成为它是我们第3个休闲农业区，那占地面积大概有96公顷。那台北市最大的纯白海域田就在我们北投竹子湖，这个是我们台北引以为傲的一个地点。2025我们最具代表性的活动就是我们的台北灯节。那这个台北灯节已经打出了一定的口碑，所以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像去年创造了500多万的这个访客。那所以我们今年会继续努力，让这个花节，让这个灯节可以做的让大家可以惊艳。
那另外我们公园处的台北的花季啊，其实从阳明山开始，一年四季都有。那明年上半年也有很多，像海芋节啦、绣球花节啦，还有杜鹃花节等等的，其实非常的多哈。那另外我们在4月份也会有一个开斋节的活动。然后有全民的野餐活动，所以明年上半年的活动也非常的精彩。那欢迎好朋友们都到台北，到走出户外，到每一个地方去参加我们每一个精彩的活动。除了多元大型活动和丰富的自然景观，台北还拥有超过40处的室内场馆景点，像是台北101松山文创园区等，还有北市双层餐车等体验，搭配便利的交通系统与优惠票券，四处游览经济又实惠。我们今年从10月开始来介绍明年上半年活动，就是希望所有的旅行业者、旅馆业者，还有在办旅游的朋友们啊，都能够知道台北明年的活动详细的时间在什么时候，那内容是什么。所以我们办这样的说明会。那如果不方便到现场来，其实在我们台北旅游网上面就可以查到我们的旅游年历，在年历上就可以看到我们台北1年4季所有的重要活动的内容哈。那所以我们欢迎朋友们可以到每一年的10月或每一年的4月来参加我们说明会之外，可以随时来看我们台北旅游网上面即时最新的讯息。因为这么多的活动哦，就是希望带动周边的一些商圈的这个热闹嘛哈。那所以我们其实啊，透过这个活动来的，包括我们的旅行业者、旅宿业者哈，那甚至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些观光的业者，让他们可以参与这个活动之后，知道这些活动，然后有一些搭配的活动，在我们办活动的同时啊，在周边一起来推出比较好的这个配套活动，让民众到台北来参加我们相关活动的时候，可以感到它的丰富性还有多元。观传局举办说明会，盼携手旅游、旅宿与相关行业业者，共同推广台北观光，让更多人到访乐游台北。记者温俊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11月2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秀怀，咱再会。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四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四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现身和投资群组，传授心法，保证获利耶！下载 APP， 投资储值。等一下，我没有开任何投资群组，这个是诈骗。打诈新四法上路，扫荡投资诈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四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等一下，那个杨秀慧是假账号，政府为什么不管不抓啊？国之将亡，必有妖孽。那想啊，不政府啊，要是我一定立法严办严惩，增加更多的打诈工具。什么有啊？打诈新四法上路喽！每当个计划名怕公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喽！全民来打诈，反诈165，反诈有你我。打诈新四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还记得演练抗震保民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说到避难，
全民防灾一点通或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引。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